全场，你们的声音在哪里？尖叫声在哪里？带来第一首歌，很嗨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烈雄红热伤风》。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。双手借我。 感情的难过，轻轻那感冒，戆戆跟着你的脚步，扰乱阮的路。看着你心跳面红红，敢是在做梦？不知已经伤风沉重，搁甲你人安安。一款情头，予你孤独，是我心茫茫。 日记开始，心的伤痛，用要掠讲。你的目睭，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稀人，我的灵魂拢想无同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冷冰冰，阮多无够爱变心空。我的伤口，我的感冒，真伤心的轻松，想要挽回情无彩工。爱情梦我你笑笑，看我。 水茫茫，这空气，这空气，骗我余生。全场的尖叫声再来一下！谢谢你们，手机的手电筒给它打开好不好？不管多感情的难过，轻轻那感冒。 戆戆跟着你的脚步，扰乱阮的路。听着你心跳面红红，敢是在做梦？不知已经伤风沉重，搁甲你人安安。一款情头，予你孤独，是我心茫茫。一日开始，心的伤痛，用要。 你的目睭，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稀人，我的灵魂拢想无同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冷冰冰，阮多够爱变心空。我的伤口，我的感冒，真伤心的轻松，想要挽回情无彩工。爱情梦我你笑笑，看我醉茫茫。这空气，这空气。 骗我余生，你的目睭，你的嘴唇，你的温柔稀人，我的灵魂拢想无同。你的眼神，你的笑容，你态度冷冰冰，阮都无够爱变心空。我的伤口，我的感冒，真伤心的轻松，想要挽回情无彩工。爱情梦我你笑笑，看我醉茫茫。 你们了，最抗贼，最抗贼，骗我余生。谢谢。哇，你那个尾音，你那个腔哥，你那个肺活量，你那个好可怕哦！谢谢。你这个尾音拉到中立都听到了吧？中立都听到了吗？太可怕了，跟大家问候一下。哦。 大家好，我是许不凯，谁帮你安置谁？谢谢。好啊，很有诚意，谢谢。很多粉丝等你很久啊，谢谢。怎么都没有大声的尖叫声呢？人都一直在拍，不要只拍照、拍影片，要该叫就要叫。你不要看他得了歌王，他还是很虚荣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右边的没有掌声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帅不帅？帅不帅？ 哦，有没有烟倒啊？烟倒啊！这边来看一下啦啊，左边的看一下，歌王哎，金曲歌王哎，你几年才得到歌王？7年。金曲奖真的没良心，哎，7年才给他哈。没有啦。但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客家文化。是。我考你一下哈。客家委员会有浪漫台三线哈。是。那你知道台三线有很多多变的人文的自然的这个景观嘛？那过去呢，是被称为内山哦，你知道内山吗？哦，内山
啊，是来刷给我那个内山吗？哎，是不是啊？是吗？应该不是了哈，应该不是。哎，你们也不知道啊？可能有个人说对。好，然后呢，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客委会常常会推动一种花的那种祭典嘛，油桐花。哎，桐花季，你知道哦？我知道，不错不错。然后呢，你知道也有很多台三线的旅游哈，很多的秘境啊、小巷弄啊、老房子都很值得去参观。哇，老房子我最喜欢了。对你有空要，难怪你一直看着我。你觉得我是老房子是不是？我是古迹是不是？古迹啊，你说我之前跟着那个浪漫台三线，还跑去峨眉啊，买那个柑嘛橘子，好好吃啊！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最适合当台湾的代言人。我真的是到处啪啪走，真的。自从有了小孩之后，没事啦，没事，真的，你要赚钱啊。谢谢长辈的安慰。哎，他有时候很成熟哎，我有时候觉得他比我还早熟嘞，很可爱哈。然后呢，客家委员会还有一个369客庄的政策，因为我们讲台三线之外是哦，其实还有六堆跟台九线都还有很多的特色，很多值得挖掘的繁荣的过去还有现在哈，要大家保留下去哦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个369行政院客庄治理平台横跨了桃园市、新竹县、苗栗县、台中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、花莲县、台东县8个县，还有40个乡镇。来背一遍。我都没有在听呢，我讲的都这么累啊，太快了，不是。好，那我再讲一次哦。哎，你背歌词厉不厉害？现在比较难了。来喽，来喽，8个县市哦。8个县市：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高雄、屏东、花莲、台东，预备去。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对了3个，你已经对了3个，你不要放弃治疗啊！苗栗，然后新竹，然后台中是吗？高雄、屏东、花莲。对啦，谢谢。哇！我真的要感谢舞台很远，因为我嘴巴一直在出声音。对，苗栗、花莲、屏东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不要看你，不要考你，这个要我背也背不起来。可是也就是表示我们台湾4面哦都有很多客家的文化陪伴着大家啊。有机会希望富凯也帮我们多多推动一下。我一定要讲一下，因为我高雄旗山人，隔壁就美浓。小时候我也是常常去美浓客家庄歌唱比赛啊，真的。很多人搞我唱题，姐姐音搞我唱题。很多都被闪亮三姐妹。同山沟推翻。那个是我一定要必唱的，真的。对啊，你本来刚刚也要唱，我心里都已经算好，想说没关系啊，我们也来听一下富凯的版本啊，对不对？刚刚闪亮三姐妹是很地道，没有错。可是如果你看她平常唱闽南语歌曲，她也学了，那她这样是更有意义的。这也是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意义啊，懂不懂？就是要推广嘛。那我试看看，我唱一小段。好。同山沟推翻，模板点前，3万大片光山光天。我求做自己思念，不是埋怨。哇！有没有诚意？谢谢，这就是我们的意义啦。因为我们客家的朋友一定都很熟悉嘛。是。那当然，我们希望除了自己熟悉的那个同温层之外，可以扩散出去，让你的歌迷也认识这么好听的客家歌。一定要，靠你啦！好，我加油。希望许富凯呢帮我们多多推动一下。那今天来到这里，也要出个题目考大家。我们来出一句，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美女帅哥嘛，美女帅哥。那我们来讲歌王的。歌王金曲歌王的客家怎么讲？客家话。那边有一位红衣服的小姐，哇，这边今天很热络哎哈！来，你来，歌王哦，因为平常可能他们聊天不会聊到歌王嘛哦。来，还有小跑步，哎呀，好可爱，他这样子跑过来。今天穿粉红色的哈，你要上来玩吗？哪边？我们的习惯都是用爬的，你忘了？不要这样，人家没有，我们刚刚真的是用爬的啦。人家是女士，市长都差点要爬上来了。人家是女士啦，她刚刚也是女士啊。那你就爬一下好了啦。啊，你是不会去英雄救美哦，你还叫人家用爬的，你想把她拉上来？这个刮去我们怪怪的，还是那你爬好了。谢谢，小心。好，来，哈，也顺便教我们一下嘛，歌王金曲歌王的歌王，客家话要怎么讲？歌王，然后好听哎，恭喜你得到礼物啦！好，礼物在哪里？来，让富凯自己来颁奖哈。那你要不要跟他合照一张？那你手机呢？你没有带？那不然用我的拍，然后我再寄给你。这么好哦！我去邮局寄给你。有了，朋友来了，我要去哪里寄啊？不是朋友来了啊！你们是一起的嘛？你是刚刚那个嘛？
啊，小心！哎，你，哎，福凯，我刚刚说的就是是他吗？他刚刚真的就是差点流产哎！不是，不会，他很贱，他很利落，他刚刚有上来过。那可以再表演一次吗？对，不要了啦，不要了啦，又不是要拍了，不要，来，帮你们拍一下，好，来，哎，这2个人今天是来抢礼物的，是不是？哦，一家人拿了2个礼物呢，来，1、2、3。好，再一张，好，哎呦，好幸福哦，好呀，小鸟依人哈，好爽，开心，对不对？开心，笑到都说不出话了。礼物要不要拿啦？好，谢谢生猛，谢谢，来，请休息。好，舞台继续交给傅凯，今天他要带来一连串好听的歌，什么歌？接下来咪就陪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再次掌声欢迎傅凯。谢谢。这一首歌有一个重点，我希望大家跟我做，比爱心，好不好？全场一起，对，全场一起来看一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重点，第2个重点，嘴上要唱2个字“宝贝”，在最后一句的时候，一起哦。阵阵风吹啊吹来，南无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计他啥。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慕的心情，又若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双手借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，听你受风吹，听你两人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。
风吹过来。今天非常开心来到了平镇跟大家见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，我希望可以借用这一首歌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，带来这一首就好，谢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个手机的手电筒，看能不能多一点。来，我们来收集一下星光的感觉，好吧？来哦，好美，好美，好美，谢谢你们。3月的窗边，幸福的香味，阮美丽有你的情景。有人知道吗？啊？祖父？祖父？是吗？好，我要把这个学起来，希望下次再唱这首歌可以用客家话来介绍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还要唱一首比较嗨一点的歌。这首歌我相信大家也都一定会唱。对，我只要起一个音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吹起嘞。哦，你拢会晓呢。
毋过介绍阮头前即群咧唱吼，咱我的粉丝咧唱，全场一起好不好？这一个，送带来这一首《波浪雪山》送给你们，谢谢，一起唱。亲像是别人在笑我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，原来你行甲这呢晚，朋友的感情煞来风雨大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放。相思的巴苦来地讲悲惨，无我心肝头是听几间，不忍心来听看你欺骗的话，莫伊搁讲遐尼多，做一个无人熟悉、失分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当作是笑话，无聊的笑话，今嘛我无想要讲一声话。亲像是别人在笑我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，原来你行甲这呢晚，朋友的感情煞来风雨大，失望的心情无地放。相思的巴苦来地讲悲惨，无我心肝头是听几间，不忍心来听看你欺骗的话，莫伊搁讲遐尼多。做一个无人熟悉、失分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当作是笑话，无聊的笑话。今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你归因两个，做一个无人熟悉、远的所在，困苦一暝、两暝、三暝，醒来自由飞，对因来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欢迎你们了，做一个无人熟悉。失分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寂寞，今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你归因两个。再一次，做一个无人熟悉、远的所在，困苦一暝、两暝、三暝，醒来自由飞。对因来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全场一起，最所爱的人再会。谢谢听众朋友，谢谢，下次见。谢谢傅凯，谢谢谢谢嘉哥，谢谢。哇，让我唱了半首，好爽啊！哎呦，我要接女王上来。对呀、接下来女王驾到了，我就说今天的安排非常的棒，因为台下哈，我这样一看下去，有很多小朋友啊，有很多大朋友，还有很多长辈。这位呢，真的是我们台湾超级厉害资深，他的声音、他的风格，甚至呢，他的气场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叶爱玲。